甄别天警、地警、小警，将吸收到最有价之考，吸入的真实恶业，成为军魔苏醒之源。这所有的相处，光亏出人所真心相认识性，因两人的胡言乱语什么，将会为盼和少风醒了吗？当初红衣手指死，并无听的种种挑拨，可是怎了鬼神原因，应无听。吾不既然受妖魂在此，我必须立刻阻止妖剑攻城事业。好，只见洪小人包丸冲心，压用受妖魂，挑死。所以真，无辜自己喽。这件压剑之手，不断回流旁人妖力。无名之孤魂争霸。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大家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初6公司第二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先开始，咱来看香港反送中示威，昨香港人发起8午大罢工，罢工罢课嘛罢市，地铁、飞轮机拢有受到影响。香港机场有超过245个航班取消，地铁甚至嘛有8路线停止服务。昨暗伫真侪所在嘛有发生冲突，警察局防迫害，也有穿白衫的人，甲穿乌衫的示威者伫街仔路相拍。民众向警察局等物件，楼顶警察嘛发射催泪弹攻击。香港反送中示威，采用暗时变作激烈冲突。旺角深水埗真侪所在，有民众向警察局攻击，甚至搁伫警察局外口放火。唔有警民冲突，伫荃湾北角顶地，佫真摕棍仔甲武器，穿白衫的人，应该拍穿乌衫的示威者。有穿乌衫民众，敢若是捡刀扑掉，随后因就摕附近物件反抗，现场是真混乱，双方伫街头相拍，一直到半点钟了后，警方到现场，伤害人才离开。警方伫深水埗放催泪弹清场过程中，拍到一个实习记者，暗过伫医护人员救人期间，防暴警察是行向这个方向过来。伫现场记者提醒，伫现场有受伤的人。这大广播记者因为遭动警方向逮捕，所是无罪释放。差不多半暝2点半，警方出动装甲车一路豆豆驶伫弥敦道，还有真侪防暴警察向警察局方向行。不过香港媒体指出，迄当时街头并无示威者。
反送中抗争已经2个月，超过8亿又过升级，民间发起罢工、罢课、甲罢市，下晡民众穿乌衫，金钟望照黄大仙广场、沙田新城市广场等7个地点拢是人，记者向港府发出上气声音。無能嘅政府不單沒有正視問題，更把政治問題推向警隊解決。有見及此，我們發起了全港罷工、罷市、罷買行動，務求以最和平理性的方式，迫使政府立即回應香港人提出的5大訴求。全香港大罷工提出5點訴求，撤回倒反條例修法，撤銷反送中示威以來對抗爭者的指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警方追究責任，告須進行雙普選。另外，某飲料連鎖店向發現官方微博發聲明，表示支持一國兩制，堅決反對暴力罷工，引起台灣網友發起拒絕飲伊的飲料。消息指出來，有真濟台灣咖啡店表示無認同總被聲明，目向網友笑講是一方國標，一方兩制。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示威這拍過愈燒愈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昨昏冒開記者會，伊是譴責示威者違反一國兩制原則，嘛傷害香港嘅穩定。對政府不滿，唔係等於要縱容暴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批評示威群眾以暴力行為表達訴求，對真正有示威群眾加中國5千旗誘來等嘅害，伊講這已經超過原有嘅政治訴求。佢哋揚言要搞革命，要光復香港，呢啲行為已經遠遠超越咗原嚟嘅政治訴求。呢啲挑戰國家主權、危害一國兩制嘅違法行為，會摧毀香港嘅穩定繁榮。玉石俱焚嘅做法，會將香港推上一條不歸路。反送中運動到即馬攏也未停，隨過香港市民發動3罷、罷工、罷市、罷課，包括機場嘅機組人員、地勤甲維修員，攏集體請病假響應罷工。另外，教職員、學生、公務員、金融界、運輸工會亦都會投入3罷。當局講一直喺注意罷工嘅發展，亦都啟動咗跨部門協調嘅機制，同埋作出應變。有人可以選擇罷工，但都應該尊重別人返工嘅自由。受影響嘅將會係好多嘅基層家庭。已經係全面我哋啟動晒有關嘅部門咧，協調嘅機制、監察機制。運輸署嘅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咧，已經係最高嘅工作嘅狀況，係一遇到有啲特殊事故咧，盡快協調咧，確保對我哋嘅廣大市民嘅影響減到最低。擔心罷工係影響香港嘅經濟，林鄭月娥呼籲大家回歸理性對話，並且強調香港警方自初過開始，每間都會開記者會，政府部門嘅舉行跨部會新聞發佈會，整合罷工造成嘅衝擊。記者綜合報導。各鄉親，咱來去現報紙，咱來看今仔日嘅早報重點。先來看自中國時報，紙風車劇團昨昏宣布，因為場地關係，取消這個拜六禮拜佇台中嘅2場演出。嘛佇咧面冊頂頭寫，紙風車無願意防遭大家侮辱，台中市政府無歡迎，安尼後擺表演就跳過台中。針對這件代誌，市長羅秀燕昨佇咧面冊會議裡嘛講，攏是誤會，歡迎紙風車來演出。繼續看自由時報。犯同款的罪，拄着無同款的法官判出來，結果有時是天差地地，所以司法院即馬有設一個判刑處事建議系統，要互法官參考，最近個升級導入人工智慧。來看《蘋果日報》，台北地檢署辦書分案，昨昏是第2擺審問幫人買分的吳宗憲甲張興嘉，嘛去約談6個人。這擺約談的人攏是買分買超過100條的人，要來了解講，因到底是買去賣，也是要家己食。來看去年6月份佇咧華山草埔啊發生分屍命案，台北地方法院經過11個月的審理，昨下晡判被告陳碧謙死刑，專案也閣會當上訴。
根本就是在那边没有回忆嘛。被害者家属告爸爸，7月来台北地方法院听被告陈碧庆的宣判。去年6月份，华山草埔仔分尸案，合议庭经过11个月审理，判决出来啊。陈碧庆去以强制性交故意杀人罪、遗弃尸体罪、窃盗罪等等，互判死刑，而且提夺公权终身，专案会当个上诉。陈伯签犯强制性交而故意伤害被害人罪，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与被害人仅认识数日，并无亲密交往的行为，仅因被 A 女不从及剥夺其生命，手段冷酷，漠视生命价值。去年陈碧庆伫华山草埔仔区野鸡草堂，教人传统的设置，被害者是学生之一，来草堂甲姓陈嫌犯还佮因朋友啉酒开讲，说去用性侵杀死，而且佮去用分尸。陈碧庆告案了后，原本先是讲有杀人，毋过就伫咧法院审理准备定诉的时阵，伊所大反击，该讲被害者是去互另外一个叫 Eric 的查甫杀死，家己是去用威胁再来斗相共，毋过法院无相信。在台湾并没有这样子的人，而且在场的一起饮酒的朋友里面也没有说，也是说到说当场并没有见过这个人，所以这部分的合议庭是认为被告这部分辩解是不独裁性的，很符合社会的期待，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凶残、野蛮、没有人性的一个杀人魔。其实他讲了犯案的情节，也讲了好几个版本。那到最后又不晓得是叫谁教他嘛哈？他说完全没有他的联络方式，没有赖，也没有他 FB， 你相信吗？死者爸爸骂讲，嫌犯到大拢无后悔的意思，而且佮讲一寡假话，想要互家己脱罪，嘛指出台北市政府暗藏违章去查处，制造治安的问题所在，嘛算是这个案件斗相共的凶手之一，却无任何一个官员受到处罚。伊呼吁市政府爱甲良心找回来，若无有可能来提告，申请国家赔偿，替查囝来讨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提醒乡亲，今年第9回风台你今嘛有机会在今仔日变作中度风台，拜4、拜5会通过台湾的东北部近海，所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的机会真悬，嘛无排除会来北台湾。先来看云图，风台已经偷偷跨进咱台湾外围环流，明仔就会开始影响咱的东半部甲北台湾，下落局部短暂阵雨。拜4、拜5是风台影响上大时阵，咱全台湾拢会落雨。北台湾、东北部要注意会落大雨。那今仔日的天气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了后，中南部也有一寡山区有局部雷阵雨。温度方面，今日高温伫32度到37度之卡兜。台北、新北、桃园拢是甘仔式的顶雨，是代表讲已经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若新竹甲苗栗是黄色的顶雨，代表会出现36度的高温。来看风台，你今嘛气象局是表示讲，这个拜4到拜6会上晚进咱台湾。若风台敢会入来，气象局是表示讲，时间愈晚就会愈明。属于一个比较热带雨。轻度风台利奇马目前伫高南平东南东方1000公里的海平上，预料24点钟后行进的速度会开始变紧。气象局估计，利奇马有可能对台湾东边海平上北接近台湾的时阵，有发展做中度风台的可能，无排除会发布着上风台警报。如果它东方这个低压环流未来有增强的情形的话，那利奇马台风它的走向就会比较朝偏西一点，也就是比较靠近台湾的这个方向来移动。它整个路径比较明确的状态，其实还是要持续的观察。那气象局不排除利奇马台风在未来可能会有威胁台湾的这个可能性。拜3开始，台湾北部和东半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雨有可能落嚟休哩。风台伫拜4到拜6上接近台湾。民间气象公司分析，影响风台的关键就伫太平洋高压。若是高压势力向西边发展，就会让风台更加接近台湾。来看目前各个预测路径，其中后面预测风台会登陆北台湾。目前的整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它都是往台湾的这个东北部的这个近海移动的这个机会，看起来是非常高的哦。这个的话，大概在明天到后天之间会越来越清楚因为时间越接近的话，大家对于这个高压的这个强度的这个掌握会越准确。气象专家提醒，不管风台是不是登陆，拜2开始，东北部和东南部海面以及恒春半岛都要注意海上长影，建议民众较莫去海边仔活动。拜4到拜6，风台上接近台湾，路线阁有变数，请民众注意上新的预报。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桃园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病例，是伫中立真美丽一个70多岁阿嬷，伊最近无出国，煞去为着本土天狗热。另外，伫台南甲高雄，即马是已经好消息，拢无新的例啊。若是15天内拢无，就会当解除社区的监测。伫树仔顶四界，拢会当看到咖啡色的杂草。台南东区出现天狗热了后，北客里公园去用封起来2礼拜，大家开始先用发泡剂紧急甲树坑补起来，避免积水来生拖白网。啊，毋过因为护树人士批评，市政府专门换做杂草，效果嘛是真好，已经15天无阁出现病例，初5重新开放，比较安心。怎么说？就是说比较没有那种，要不然来这边都会想说抹防蚊液呀。穿长袖长裤啊，会，因为我那时候穿短裤跟短袖，我怕被蚊子咬，然后就爆了。东区是台南上下尾发生天狗热的区域，虽然讲15天无新的病例，啊，毋过还阁继续监测到8月2日才会当解除。啊，若是当初时病例上济，中西区开山里店头的生意这阵仔加减嘛是有受到影响，初5了后就会当解除。看会较好袂，啊无袂无，我来发来较济。啊，袂无刚好的租金。东区的大同里还有一个东门里也是会在，本来他们时间点可以比较早，但是我们因为它有一些便利的关系哈，所以我们把它统一在中西区的开山里，就是8月5号里面同时来解除。另外，高雄是上早有病情传出来，初3病例扩散到苓雅区，已经是第8个行政区，嘛累积到48例。啊，毋过上早发现群众感染的3明区，到初6已经会当解除2个里，累积全高雄已经有12个里解除，干那剩7个里要继续警戒。记者综合报道。乡亲卡数长期伫 PM2.5浓度较高的环境内底，安尼身体就较歹。根据一份资料，不管是天顶的空气环境内底，也是厝内外，也是个人去接触到的 PM2.5，拢是伫咧家己上悬。空气机翕到家己的天顶大蒙大雾的景色，但是这竟然是空气污染加上水汽所形成。嘉义的空气好不好？不好。怎样不好？会蒙沉沉的，如果下雨后才会比较清爽一点。环保署和国卫院伫105至107年间，针对徛在室内外微环境 PM2.5 浓度监控300天，个人 PM2.5 暴露浓度和时间活动监控165天，发现台北、花莲、嘉义、高雄等4大地区，不管是大气徛在室内外环境，或者是个人的 PM2.5 暴露，拢以嘉义地区的浓度相关。大的污染源过来的，那另外还再加上，就是说沿路上的高速公路2条高速公路，这些农业县市又多了很多那种烧一些果树叶这些东西所过来的。PM2.5 的污染来源有81.5是来自嘉义市以外飘进来的，那只有18.5是嘉义市自己产生的。嘉义市环保局表示，室内无大型污染源，境外污染源超过8成，会加强管制移动污染源。不过，学者是建议，会当先对港界附近县市消毒作物，以及民雄工业区顶路改做天然气的方向来做起，有可能减少至少2成比例污染。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湖口的9连化工今年5月份到大雨时，厂内垃圾水流去外口，互环保局发。最近工厂要申请扩大，引起当地居民不满。昨昏开宽屏会时，民众是伫外口看白布条的空气。9年一流，环保2流，环保2流。几啊在湖口乡当地居民不满9连化工为着要增加产能，佮提出扩大工厂的需求，直接伫工厂门口求空气的布条，伫外面会当看到。进前工厂垃圾水流出来状况，民众表示希望讲环保单位会当听到因的心声。在水源区的上头啊，那我希望说最好是能够迁走到一个那个化工里面专业区来生产。有时会有臭味啊，还有那个鱼有没有都会浮起来，都死掉了。这3点上做这化学溶剂厂化学药剂厂到底是适合的场地，还是不应该开这化学药剂厂，都是存疑啊。针对当地民众提出来的问题，新竹县环保局初5除了直接派人入去工厂内底检查以外，另外嘛针对新发现的问题，要求工厂要随改善。会彻底的要求9连化工这边针对他们整个污水可能产生任何污水需要跟雨水来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区隔来防止
现在常常会有瞬间的强降雨的一个状况而再次让污水流下来。幼联化工上主要是咧生产合成树连接，食品包装材料抵用的 PU 黏剂。当地居民要求工厂必须提出具体计划，而且要求县政府伫工厂改善进程，绝对袂当互宽屏来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马公渔村有100年的旧厝，真有特色，引起申请登记做自乐建筑物，也毋过新北市文化局审议了后并无过，嘛，互这个小渔村即马爱开始面对开发的危机。甲讲啊，海女海男真是手沉入去海里，这是伫台湾东北角马公渔村的在地掠鱼仔文化。但是村民面临开发逼迁的危机。59岁自细汉伫马公渔村大汉的丁先生，挖靠掠高抗为生，即马生活可能出问题。不晓得怎么办呢？我就是在这边土生土长，我也没有出去过啊，都是帮人家那个抓酒孔跟鲍鱼养家呀。那个地都已经被财团收购以后，才讲说地上物。1坪要15000来跟我们收购，因为我们有建入，我们是有优先承购权。因应海港的风影，马公村民的祖先打造出100年石头厝，村民提出户口证明，祖先对日治昭和时期就住伫咧遮。这几年地主将土地卖予开发商，无地权的村民面临拆厝行地。为着要抢救渔村，22位村民申请文资自乐建筑群，希望保留石头厝和海陆文化。但是新北市文化局顶个月召开文资审议会议，最后决议无要定落。它所属的环境、海岸潮间带等与东北角各渔村雷同，缺乏个别的独特性。新北市文化局表示，经过学者专家定情评估，认为马公渔村欠缺特别性，石头厝大部分已经翻新改建，并无安全性，无符合自乐条件。不过其中有3栋石头厝伫做鉴定古迹，近日审议庭诉。然后有翻修的不是古迹，有翻修的是因为里面要有人住啊，这是一个活的古迹，有可能因为这次的身份没有下来，我们可能就会被挖土机给我们推倒了。今年后天，文资审议无通过，渔村定义是灭村。文资学者肖文杰是继韩国海女成功新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例，批评政府无积极保留渔村，颠倒甲毁掉观光财。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2019年亚洲杯射箭比赛，咱的台湾选手王律文表现了真好，摕到1个金牌、1个银牌、1个铜牌。2019亚洲杯射箭赛第2站台北站，车尾堡进行女子学校将个人金牌战，但女将王律文到家射一箭决定输赢。大胆，维持住自己的状态。9分，这是属于偏中间的9分哦。其实这给国子监选手一个蛮大的机会哦。对，如果射出比较稍微接近靶心，就有机会拿下本场比赛胜利。其实对国子监选手节奏有点久。8分。伊甲教练用尽欢喜，险赢过新加坡对手的8分制，摕到金牌。看起轻松，不过其实比赛一开始，因为风头，伊第一箭甲射出6分制，前3箭对手拢射出10分制，该当1直6。10分。王律选手找回他的状态了，快速的在3支箭内找回自己的状态啊。对，2分加上去，已经加到10分。确定摕到生涯第1面国际赛金牌，这届亚洲杯王律文伫复合奖大丰收。车后在时角单方一伫混双金牌战加输1分，摕到银牌。刷来女团比赛，甲洪一婷、柯燕华对前泰国，以223比221拍败对手，摕到铜牌。9分，没问题。只要射出一支7分箭，就可以收下比赛。没错。许燕华选手。8分。一港3箭，无前个日读台北市立大学2年的王律文，摕到1金、1银、1铜，除了是生涯代表作，未来嘛可能变做国家队的新希望。记者综合报道。
财经上解新来看，中国的人民票换美金昨昏是爆破7块，这是2008年以来新低。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拢收乌，美国总统川普嘛伫咧伊的推特顶头，骂拢是中国伫咧背后操控。美中贸易战，人民币换美金，3万年来初五头一摆爆破7，今日引发货币战，引发市场烦恼。美国三大指数初五拢盘真济。道琼工指数收定25717点，盘767点。对人民币盘，中国银行出面讲，更是市场影响未一直盘。不过美国总统川普随地推特发文，谴责中国让人民币盘到瓦棍历史上低点，就是操作货币。川普阁讲，这是重大违规行为，落尾会大幅度减弱人民币。外汇分析师警告，保持一直叫市场看作是人民币最后红线。那是爆破7，恐将引起全球货币战，引起整个新兴市场未来的货币竞相贬值，投资的所有的证券的价值要重估。那价值一旦重估的时候，我们担心会不会有另外一波像1997年亚洲金融货币当时贬值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人民币爆破7，亚洲货币差不多全受到影响。新台币换美金，初五收盘31.628，盘2.5二角，成交量21.64亿美金。学者就分析，人民币大落，若是讲新台币盘无够，台商恐惊会受到影响，甚至今年经济成长率、保利拢有变数。台商影响会非常的大，毕竟我们出口到大陆的产品啊，占我们总出口接近40%。当大陆贬值，我们卖到大陆去的东西就变贵了嘛。所以台币如果也贬得不够多的话，我们的竞争力相对的也会受到冲击。另外，香港股市受到人民币大落，加上罢工、罢课、罢市影响，初五收盘，恒生指数收定26151点，盘767点，成交量994亿港币。分析师表示，中国部分资金已开始刷去香港，港股变作提款机，未来恐惊有资金拢出走的几率。因为人民币落落来对中国出口有帮助，可能有比中贸易差变大。川普今日个出招有关关系，嘛是市场观望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人民票换美金博超过7块，学者分析讲，这是中共政府当咧反制美中贸易战。假使若是无人民银行无出手相救，安尼亚洲拢会受到影响。人民币对美金中间价是5号一早起下半，再发人民币中间价上加到7.0297，是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新低。离发人民币也爆破7.1，上加到7.1114，是9年来新低。外汇分析师讲，市场认为保7是人民币最后红线，那爆破恐惊有全球货币战。引起整个新兴市场未来的货币竞相贬值，投资的所有的证券的价值要重估。那价值一旦重估的时候，我们担心会不会有另外一波像1997年亚洲金融货币当时贬值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人民币爆破7，亚洲货币拢受影响。台币对美金5号上盘计价31.628，当盘2.52角，成交量21.64亿美金。学者讲，人民币当盘若台币8百无够，台商会受到冲击，甚至今年经济成长率保利拢有变数。台商影响会非常的大，毕竟我们出口到大陆的产品啊，占我们总出口接近40%。当大陆贬值，我们卖到大陆去的东西就变贵了嘛。所以台币如果也贬得不够多的话，我们的竞争力相对的也会受到冲击。对人民币当盘，中国银行是讲，主要是受到单边主义加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对中国加征关税影响。强调汇率是有升有跌，是正常的国际汇市波动环境。不过香港股市受到人民币当盘，再加上3百冲击，5号收盘全面收乌，恒生指数收伫咧26151点，盘767点，成交量994亿港币。分析师讲，中国部分的资金已经开始刷到香港，港股将做提款机，恐惊有资金大波动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伫英国中部有800年历史的托德布鲁克水库，因为连续几日都有大雨，规个水库强要放弃。政府是赶紧疏散水尾的民众，新上任的英国首相约瑟嘛有去视察。
英国皇家空军紧急出动直升机，上准所在甲沙包震落去，目的就是要让大水来疏通，避免水坝出现灾难性的崩起。伫咧英格兰中部有180年历史的托德布鲁克水库，因为7月底连续几落天上大雨，雨水坝部分的结果，伫这个月初1开始出现落落的现象。官方紧急疏散水尾火力调整要5000个居民。Well, Wednesday, when the water was overflowing from the slipway, the excess amount of water come over the slipway through the park, into the car park behind one of the business where I work, flooded the car park, flooded our business out, flooded 3 other businesses on our site as well. We were basically over our knees literally within seconds. The water came in so quick.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You know, it was horrendous. 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已经用要放弃的堤坝后壁是超过114万立方公尺的水量，若是放弃效果就不堪设想。当就任的英国首相强生，顶礼拜5嘛去这个所在视察，而且嘛表示，这个旧的水坝应该要重启。I thought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come up and see for mysel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here in Whaley Bridge. And it's looking dodgy but stable is how I would describe it. I mean, they've done an amazing job. As you can tell, the Chinooks have brought in about 400 bags of stone. 除了等沙包以外，工作人员搁透暝透日24点钟使用抽水机甲水坝内底的水抽出来，用每点钟10公分的速度，目前已经成功降低超过3公尺的水。The rest of the village, if it actually burst, it'd wipe it out because there's a school just at the bottom of the reservoir. There's a park for kids at the bottom of the reservoir, and all the shops and amenities are there. 警方表示，一直到水位恢复稳定的水准，而且有工程师来评估程度，才会当进一步决定，敢是要有当地居民登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巴西2月西部一间家家内底有关于一个卖毒的毒贩，伊竟然趁着甲亲友伫咧面会的时，假影做伊19岁的查某囝的形，想要选出去，也毋过因为伊伤紧张啊，行到门口的时互发现，即马佫互掠转去。穿外裤装作少女的毒贩，叫甲警察看破了后，当场将伊目镜甲乌色长头帽摕落来，展出伊真正面容。这毒贩率听花甲外套脱掉，看到伊穿有倒两个刀的粉红色衫，伊佫将这领衫甲乌色领皮啊脱落来，这总算会当看到伊男性身材。落尾毒贩甲头壳顶的红仔面摕落来，展出伊真正面容，连家的警察嘛惊一跳。这个关伫里约西部家的人是当地一个毒帮的领袖，伊趁着亲戚朋友来会面的机会，甲19岁小囝留伫家家，甲佢换成伊的衫，叫是有红边对当换伊出去。想袂到伊行出家的时阵，伤过紧张，当场去家警察抓到。目前已经向送去戒备上严格家关起来，安尼亲人是毋是协助伊逃亡？有关当局当地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叙利亚西北部战乱真久啊，内底有一个女性的艺术家，伊叫亚曼菲阿里，伊画图口说嘛批评政府军，也佮游击队甲一寡伫咧背后使用的一寡大国。伊的作品有得到国际袂少肯定，也毋过伊家己的故乡即马处境真危险。伫过去几个月以来，伊德利布随时拢会拄到空袭。会人看到炮火攻击残破的厝，导人囡仔、大埔查某的死伤者。2018年9月13日非军事区协议，并无互这个伫咧内战互人吞噬的所在带来任何的和平甲安定。2021年内战发生，叙利亚北部广大地区互反政府势力掌控。本来伫咧学校内面做美术老师的亚曼尼阿里，改为插画，用画笔来描绘战争苦难下的平民百姓。不过，这并无互伊的日子变做较好过。首先面对就是伊画图所需要物资也真欠。بظل الحرب بظل الظروف اللي أنا عايشة فيها فما بحسن إني أنا أحسن أأمن أبسط مستلزمات رسوماتي يعني مثلا أدوات الأقلام الألوان حتى لما حاولت إني أحصل على جهاز رسم إلكتروني فأنا تلميت بعاني سنة حتى أحسن أجيب جهاز رسم إلكتروني。这个无算啥，阿拉伯人的社会本来就真保守。查某囡仔连想要穿较水的拢真困难，更加何况是从事艺术工作。而
而且伊毋但是批评阿塞德政权甲不要支持的国军，伊的作品对反政府势力一步一步的做法批评起来是无留情面。就甲伊共款做法的伙伴，因为作品引发着不满，去年抑阁互人枪杀身亡。这个压力并无互亚曼尼阿里停落，甲反叛艺术家细胞，互伊继续发表作品，抑阁被送到英国、法国甲荷兰等地展示，引起各界注意。对于工作室壁顶头搭的作品看，伊的作品全部拢是用素描来呈现，唯一的色彩就是红色。伊讲，因为无论是政府军也是反抗军，炮火带予人民的只有闹火甲死伤。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咱国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哲，今仔日要创党夜办创党大会，郭台铭无要去参加，也毋过讲会送花过去。若郭文哲伫昨昏，伊是正口倒写，伊声明韩国瑜发大财拢是口号，又讲明总统蔡英文身躯边的人拢食钱。总统府是回应讲，假使要指控，就要有证据，若无证据，话毋通使黑白讲，爱回实的。台北市长郭文哲初六要举办台湾民众党创党大会，组党了后，伊2020会亲身出马参战，也是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结盟来合作。媒体问讲，西亚甲老虎敢真正会当伫政坛共同生存？狮子跟老虎本来在非洲大陆就是共存的，只是他们捕杀不同的猎物而已。所以猎物是鱼吗？两个见面，现在初步没有这样的规划，所以或许要再等等缘分嘛。过关两个人通电话了后，当时要见面来讲合作，各界拢真关心。2020拿力两大党杀韩国瑜甲蔡英文，进前叫郭文哲牙讲是草包甲菜包，即马郭文哲佮碰叫，声明讲韩国瑜发大财，干那是伫画口号，说落来佮上尊蔡英文，还佮有境外民进党的这挂团体。2016年1月16号，我是支持小英的，为什么不是？可是你怎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没有贪污，可是你旁边的每个都贪污啊，不是吗？真正的深绿，你知道，我有时候我还蛮佩服的。这些人可以为他的理念，你知道哈，硬是要干到底，这个我还是佩服的。但是我很讨厌那一种哦，那你就是利用这个在谋个人的福利、政党的福利嘛，那一种假义和团哦，我心里面才是圈圈叉叉。针对郭文哲指控蔡英文身躯边的人拢贪污，总统府发言人黄中元回讲，郭市长若是有证据，就去检举；若无证据，就凊彩黑白讲骗术，这是政治文化伫倒退现象。而且真侪总统幕僚伫郭市长的指控去互误解，郭市长嘛应该来讲回实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韩国瑜这边，韩国瑜即马上界烦恼的就是南军南部整合就选袂赢，所以伊昨昏是搁一摆发声，爱党主席吴敦义出来整合。拜一的市政行程伫咧前一天取消了后，高雄市长韩国瑜搁向向宣布要接受访问，这变动，互人又讲是毋健康出问题，嘛有人质疑伊无法度兼顾国情和市政。啊，毋过韩国瑜讲身体无问题，面对党内整合，嘛再度呼吁党主席吴敦义爱出面协调。我个人是表达最大的诚意。我觉得党中央如果出面的话，对于党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士来说，一定会有一些感召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吴主席也能来帮忙，一起来出面。韩国瑜将求等候吴敦义，敢若嘛伫咧讲互政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听，但是得到答案不如预期，都连吴敦义嘛无楼梯通落。我有跟连先生说，以后再说吧，现在不急嘛。当时初选之前，诸多的建议，他一样也都没有采纳。那未来也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再跟他建议了。党内整合看袂到希望，顶多是拿赢台中市议会先表态挺韩国瑜，包括红派议长张清照，阁有乌派大脑政治委员青票，20多名议员先整合台中红和乌两个派系，落南去高雄拜会，毋望拿赢，毋通阁分裂。军系大大社团和三军退伍军人嘛发表声明，呼吁大家放下恩怨，挺韩国瑜。北河张善政点名是韩国瑜副手第一人选的朱立伦，是承认讲初选过程所造成的必损伤害，嘛是需要时间来平复。这个初选的过程裂痕比较深，伤害比较大，多一点耐心啊，大家共同努力吧。那不管郭董事长或王院长，我们都是期待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朱立伦强调，即马暂时无适合讨论副手的问题，以免家亲无欢喜。若是伊这个月中访问美国，虽然是私人的行程，但是有必要请去演讲，会趁机会为国民党争取认同，希望支持国民党阁有推出的候选人。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这边嘛在整合，昨昏是甲台湾基进做伙杀立委参选人陈柏惟投入台中选区，要甲国民党的立委颜宽恒拼输赢。前进台中，我为党选。民进党和台湾基进党共同推荐基进党发言人陈柏惟参加台中大乌龙地区的立委选举，对着哪位颜宽恒，嘛希望台中会当变成政党合作示范区，变成抗中保台大联盟，能够成为一个合作的典范。同时，整个大台中地区，我们一直要想把它成为一个政党合作的示范区，从台湾基进。从时代力量到民主进步党，我们真的可以形成一个抗中保台的大联盟。台湾如果本土政权要过来，南台湾的票除了爱赢之外，咱爱保北台湾，北台湾爱小输，但中台湾上无咱爱拍成平手。因为台北市长高屏地宣布成立台湾民众党，小党小连续成立，冲击着官僚整合。杜英台强调讲，会提出上大诚意，只要符合以台湾利益为主，整体国家发展下大升，拢会当讲合作。外界真好奇，高屏地要创立台湾民众党，敢有合作的空间？任何政党只要符合我们合作的对象，我都愿意合作。但是这个大前提不能改变，就是要以台湾利益为优先。主席，那柯文哲有符合你大原则吗？哪一个大原则？你刚刚说的大原则。那要问他本人。除了台中大乌龙地区共同提名陈柏惟，台北市第5选区和台中第3选区，拄好是时力退党的立委林昌祖和时力立委洪志勇的选区。杜英台整合权力，下一步卖锁定时代力量。时代力量的这个邱主席，在约的过程当中，本周是一个适当的时间。若是总统选举，总统和党中央的合作方面，除了蔡总统的新爸林世尧和洪耀福，已经和杜英台等党职人员开过互选会议。杜英台表示，总统会拜托过去在选举当中合作有经验的人，主持竞选总部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自8月1日开始限制中国人来台湾自由行，即马又搁风声讲，嘛要限制中国的旅客对小三通来台湾佚佗。金门县政府因讲有听到风声，也毋过也未确定。若旅游业者是甲烦恼讲，若真正有影安尼，可能会阁减少10万到15万的中国旅客。8月1日开始，中国停发陆客自由行签证，嘛要限制团体旅客的配额。即马阁传出9月开始，要停止陆客透过小三通来台湾旅游。旅行工会是表示，目前阁咧查证，若是有影，估计阁会减少差不多10万至15万小三通旅游陆客。包括总统，包括地方的这种大的选举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些紧缩的措施。只是今年我们很讶异，就是为什么今年提早的这个日期这么早？根据民事统计，2015年开始透过小三通来台湾往来金门马祖澎湖的陆客，每年差不多25万人次，去年31万人次，去年9月到12月差不多11万7千人。不过中国福建省代办好人陆委会嘛表示，经过多元管道了解，并无这项消息。在小三通第一线的金门县政府强调讲，确实有听讲厦门的文化旅游局伫咧内部会议当中，有关于无要签发旅游小三通签证的代志。县府透过各种管道所了解的小三通，在9月1号，并没有要停的一个迹象跟讯息，这是县府所了解的。绝对没有就对了，假的。就目前我们的讯息管道，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我们是这个比例上是比较少啦，好，相对的就是影响的层面也比较小，旅客人数里面大概未达10%啦。对中国8月开始限缩陆客来台湾自由行，已经引起业者对观光经济的惊吓。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讲，欢迎陆客来台湾，但是袂敢若挖口音。台湾人是站在第一线，我们欢迎陆客来台，但不会因此而这是依赖，这样子才是我们发展观光的长久之计。林佳龙表示，目前台湾的国际观光客人数，包括日韩、新马和港澳，拢是2成以上。未来伊会强化东协和新南向国家来台湾签证的绑定。行政院嘛已经进行下部会检讨，扩大新加坡等国家来台湾的便利性。记者综合报道。
据有官讲，咱政府即马拍算要补助国内的秋冬旅游，也毋过有一寡台东的饭店业者，因是讲因根本就还未领到进前的补助款，较烦恼讲新的补助又过来啊，安尼毋是搁爱先贴钱。台东县地气球光雕带动台东暑假的旅游中，也毋过暑假假期要结束啊，政府即马煞要推动扩大秋冬旅游补助，带动淡季的国旅，但是旅客敢也过来台东。如果2天1夜，就可能就比较偏西半部那边的旅游这样。是如果申请比较麻烦的话，就不会。旅客过来台东旅游的意愿无确定性悬，也个一寡民宿业者讲，去年甲今年的旅游补助款到即马也无领到，惊讲国家日后这边的旅游补助款又搁会升贴，伫咧资金无够情形之下，恐惊挡袂落去，不如家己来办优惠的方案。因为我们都是小本，然后我们每个月都要还贷款。你现在有几十万的呆账，很多拜托我们都快要跳海了。台东县政府统计，今年4月到6月政府推动的春旅补助方案，台东县总共692间旅馆甲民宿参加，提供45835间房间。因为观光局补助款7月中才拨款，有一寡业者的申请资料阁无全被退件，业者上紧可能要8月中了才能领到春旅补助款。目前我们已经在做书面审核的部分。那依目前的进度来讲，我们大概在8月中会把整个款项开始拨付给我们的业者。旅宿业者认为政府补助国民旅游的出发点正好，也过包括申请的停数、相关旅游的配套方案是毋是让对症下药，希望按全方位的考虑，唔当互东部的旅宿业者期待国行受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观光调查报告，台北市去年的观光收入比去年减19亿。虽讲东南亚的旅客有增加，也毋过加开的中国旅客因为变少，所以含观光收入才会倒球。这间伫西门町的养生会馆，包括国外布洛克伫咧评比网站推荐讲服务正好，主要人客是日本、韩国加新南向旅客。也毋过业者讲，这2年国际旅客消费有较保守。以前是做800块，现在剩下500块，有便宜的项目吧？对，有感觉啦。业者讲，因隔壁一间老牌做的卤味店，过去国外旅客是一车线一车，即马真久拢无看到游览车。台北市政府委外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年台北市观光外汇总收入有减少，105年全年108亿美金。102年降到107亿美金，去年全年只有88.91亿美金。观光客伫台北停留时间自106年的4.35天，降到去年的3.58天。而且自由行旅客来台湾无一定会停伫台北，所以收益会减少。虽然新南向旅客增加，也讲消费力甲旅客是袂比的。陆客来台的人次下降，加上消费能力的这个金额的下降，其实算是观光外汇收入降低蛮大一个因素。毕竟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消费能力算是没有那么高。台北市政府已经委外进行高端旅客旅游行为调查，希望会当建造出吸引一寡高消费力的旅客行程，也会检视市区的观光点，针对每年拢成长的新南向旅客推出较有吸引力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甲乡亲，咱来去马祖。在马祖的东基岛，有咱全台湾上届少年的丁塔主任，伊是校长兼龙井。伊今年39岁，伊合作张维伦，伊守护丁塔，敢会足无聊的。咱来看伊安怎过每一天。透过这个单向感应电动机，然后这个减速机。然后去让它做旋转，就带动它，这是一个动力，让它去做旋转。在机器的带动之下，365天唔捌停过东基岛灯塔，在暗时展开重大任务。每19秒半闪现一摆灯区，是专门的全球 IP 认证。挖靠这频率，准者就让找到方向。它是转1周19.5秒，每个都不一样。真详细咧测灯塔的心动部位，负责灯塔高大细细大个主任张伟伦、校长兼龙井，该随时变做导览环向游客介绍。全台湾其实灯塔来讲，我们这边是馆藏最丰富的，其他灯塔本来都没有，然后陆陆续续建制，像在三貂角才有。已经147年的东基灯塔，始早因是建筑
伊除了是固定古迹，嘛是全台有上丰富观众的灯塔。当初时，张伟伦为200多万人的台北，一个人来到人口较无1成人的东基岛，一个月该当登记做一摆。是不会去想放弃啦，对，不会有那个念头。因为会是喜欢这份工作，对，会是喜欢。那你说，与其说放弃，不如做转换。在想法改变了后，张伟伦对这份工作有使命感，佮渐渐有感情，甚至感受到灯塔给伊的生命力，以及想要进一步传承落去。例如半夜起床的，就是出来看灯塔，或者各种角度的时候去看灯塔，那会感觉它其实有某种生命力。然后包含很多前辈的传承，它的意义已经变成是一个类似我之间跟他的一个连结，一个感情的联系。带着张伟伦斗阵优策，几个有马祖腔口之间，受到这个为台湾来主人感动，共同替守护灯塔尽一份力量。我们这边南风吹得很厉害，就是很潮湿，他就说：“你们要买一些东西，他会帮我们添购一些福利啊。”甲岛上的嫖妓共岛一命同款，张伟伦嘛甲当地灯塔共塔一命。对伊来讲，这早就是无独分化感情，一天又过一天，守护大海，替航海人甲倒来找路，照护光。记者综合报道。在来去花莲，受到暖冬的影响，今年菜色果子的产量有较少。不过，颠倒花莲水水，也就是花莲人在讲的水尾这个所在的河港文旦煞大出，农民是烦恼讲会无销，再想一个办法，就是让民众冒几丛的，冒一丛树仔顶的油啊，拢总理的，生多生少都要靠运气。这步袂歹哦，嘛吸引侪人来资本。来到花莲水果乡的河港文旦果子园，油啊唔但生了水，而且数量阁侪。虽然过去油啊拢爱到中秋节白露进前才会当采收，但是技术提升了后，即马买当版油啊甜度阁有13度。这次量会那么多，是因为，我们这边风和日丽啊，然后没有台风的影响让我们的那开花结果非常顺畅。但是产量悬，农民就烦恼会销袂出去，所以想出一个方法，只要民众认购一丛油仔树，顶悬的果实拢属于你的，而且阁会当去果子园体验版水果，鼓励吸引消费者来吃。它的品质，每年我们已经吃好几年了，都很好，很好吃，而且都有生产履历，没有农药残留这个疑虑嘛。那你认购多少颗？我们打算认购50颗。水果乡农会表示，受到暖冬的影响，今年河港地区的油仔伫咧开花时阵雨量少，所以结果就真悬。目前辖区总共有800公顷的面积种油仔，今年中国大陆订单减少，真需要民众斗3工。总产量有4500万台斤左右那大概也就是4500万粒。那以台湾目前的人口来讲的话，就是平均每一位民众吃2粒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瑞穗文旦把它消耗完毕。这种认购文旦树的方法是水果乡有史以来头一届，目前已经有60间果子园参与，民众会当和水果乡农会直接了解方式，买了熟，阁会当帮助农民。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北港拜千岁爷的镇安宫有一顶60年的历史的新名桥，做甲手工是真有路。也毋过拢一直找无做即顶桥的老师傅。顶一日，庙方特别邀请八体朝天宫顶新名桥的老师傅柯德南来鉴定，无想到准，即顶桥嘛伊做的。这顶做工真有路的四角新桥是镇安宫的镇庙之宝，毋过庙方一直找无做这顶新桥的师傅，一直到顶个月。请捌甲朝天宫做新桥的老师傅柯德南来鉴定，才知影讲这顶新桥嘛是伊做的。因为伊含这个咱朝天宫的土马桥是同一批师傅用的啦那四角桥可能即马目前是咱这顶桥是从个出色的迄个样的新桥。虽望人要60档，毋过当东师傅柯德南搁再看到这顶四角新桥是真欢喜，嘛讲这顶新桥甲朝天宫妈祖桥虽望拢是伊做的，毋过意义无共款。朝天宫妈祖桥是朝天宫出钱来去做，若这顶四角新桥是信众总钱来做的。来用这设计这种，指导这间做啊好，即摆58档后，伊搁来看到这种嘛是，会差讲上欢喜啦。包括朝天宫迄当时人伊是，朝天宫人有钱啊，
迄种是伊调查局开，一切费用拢调查局开支的啦。啊，咱即点，咱庙迄当时较无法律啊，所以讲人扮现出来，就建造起来啦。新桥经过整修了后，镇安宫会家己好好啊保存落来，希望予后代子孙来欣赏，见证镇安宫这个宝贵的重要文物。记者综合报道。10年前的莫拉克风台高雄小南村发生大规模崩山，造成400多人死亡。经过10年的调查，咱台湾敢有一寡所在，亲像小南村安尼，政府甲学者有做大规模的调查，调查出全台湾有34个高风险的所在，这寡所在伫倒，咱做伙了解。2009年的800风灾，小林村发生大规模的崩塌，400多人死亡。800风灾了后，政府以空载光达扫描全台湾3区，找出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崩塌的监测地点。水保局对其中找出风险较悬、挖进自路的34个点优先关注。具有保全对象，活动性又大，然后呢，地质上又破碎，或者是很多的不良的这种因子存在的，那我们就把它列为最需要关注的。那就是我们34个这样子。随着气候变迁，台湾发生大规模崩塌的频率嘛愈来愈悬。根据统计，2000年到即阵，因为极端落雨，崩塌面积增加21000公顷。依照趋势来推估，未来20年崩塌的面积会增加到10万公顷，相当于接近4个台北市的大小。政府已经选定几个监测区，包括新竹梅花、台东红叶、高雄万山等所在进行长期监测，并且计划伫未来建立预警机制。所以我们在这边已经做了6个地表伸缩机，那就是期望说在雨季洪汛期的期间呢，能够提供给我们在我们所在意的这一些比较活动的这些块体，它的一个就是及时的一个滑动的一个情形。新竹县梅花步路伫咧监测区的范围内，水保局伫咧遮装集水井，将地下水排除，替有咧厝顶动的地层解除压力，减少大规模崩塌的风险。把这个整个区域的地下水能够做适当的讨白，那地下水降下来之后，上方的这些不稳定的因子就容易让我们控制，也可以甚至可以消除，那区域就有机会稳定。气候变迁之下，大规模崩塌风险在计划按算伫咧明年年底，对于34个大规模崩塌监测区的划定、监测和治理，会达成初步的成果。期待未来面对大规模崩塌，会当有更加清楚的应变机制，莫搁再有下一个小林村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北提市乡亲今年第9回风台，你今嘛有机会在今仔日变做中度风台。伊个外围环流明仔会开始影响咱东半部甲北台湾，会开始落局部短暂阵雨。若拜4甲拜5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大时阵，所以全台湾拢会落雨。继续来关心今日的温度。台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咱借问咧吼，你什么时阵要开始落谈？
开会一关，目睭一刻，啊，所有的查甫人，不是拢同款。等下一学期我一毕业，我们就可以马上